那么今天我们紧接着讲呢，这个现在潜行气质功啊，就是这个三道课班当中就是讲那个潜行气质功。潜行气质功里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什么这是顶礼啊、供养啊，还有这个水洗啊、忏悔啊，这个勤转无上妙法，都这几个课班的已经讲完了。昨天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可能最后一个寄送啊，就是说是这个最初成就菩提者，我尽一切皆全尽，专于无上妙法论的时候呢，我好像记得我都也记不清楚，但可能当时是不是这个最后的那个颂词呢，应该是讲到今天的内容去了没有啊？就是我好像有这样的一种印象，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十方世间当中所有的灯呢，就是叫时间灯，叫做是这个佛陀。那么佛陀呢，就是最初这个成就菩提。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就是最初的时候呢，在印度金刚座就是大彻大悟，就是大彻大悟的时候呢，当时就是刚开始的觉得呢，这样的这个境界与虽说的话就没办法就是了解生机内息光明无为法，就是犹如甘露知法无疑的，雨水宣说，不可我古今前往纪念中，我是直接翻译的，我不一定是正确的，好像原来的那个好几种译法，就是。但意思是，就这样的这个境界呢，不一定让那个人们就是知道，就是当时呢，就是刚开始就是49天当中没有这个说法，后来呢，就是梵天帝释当这个很多这个人天众生呢，就是请求这个佛陀转无上妙法论，然后呢，就是全集妙法论以后呢，开始这个印度六叶园等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转了这个三转法论，84000法门就是这样的所以三知识门呢，就是也是。如果以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不愿意传法，就是累了、病了，或者是不想说法，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弟子们的这个行为不如法等等等，生起厌烦心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轻转法论就是轻转法论的话呢，这是一种这个缘起这是一种缘起。所以呢，我们也就实施的是这个法缘，就是如果你现在面前呢，就是并没有什么就是需要轻转的话，但是我们心里面就是想实践当中呢，就是有些这个佛陀就是已经这个成就了成佛了，但是呢没有这个转妙法的话呢，就是祈愿他们就是转法论。实践当中有三知识呢，本来有他转法论的这种这个条件和资格和各方面的这种能力，但是因为种种这个缘起呢还没有成熟就是如果不转法论的这样的这个三知识是实践当中的任何一处如果记住的话呢，我们要就是观想，就是在他那里去祈愿赶快转法论，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每一个寄送呢，就是都有一个清净心来这个发愿就是清净。我们念诵的人呢，就是每天都是特别多，但是我担心有些人呢，已经念了一辈子，就结果临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普贤行愿品里面到底是说的什么，就是那这样的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每天都是在这个一直这个念，但是到底每一个寄送就是念就是内容是什么的是不知道的，也不行的，就是所以就是昨天我们那个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这里补充一下，不知道我昨天讲的什么，就是现在人老了，就是记性都一点都不好，就是上个星期讲完了的，今天都是已经忘完了，也可以不仅是我，你们也是如此。